歌手曾比特正式回歸香港，隨着久違嘅廣東歌說出個未來推出，為自己嘅音樂事業揭開新一章。過去幾年重心放喺內地發展，主要演唱翻唱作品。曾比特坦言曾經覺得自己更似一位翻唱歌手，而唔係一名職業歌手，亦對當時未能推出更多原創廣東歌感到遺憾。為咗彌補流失嘅時間，他承諾今年會陸續推出更多廣東歌，並以更高質素同成長為目標回饋歌迷。隨住音樂事業重新起步，曾比特亦以全新形象示人，透過運動同生活習慣改變，完成一次明顯嘅體能轉變。他表示，健康對唱歌非常重要，體力同身體狀態會直接影響演出表現。新作品亦反映佢嘅心路歷程，回應外界聲音，同時強調喺困難之中堅持前行。此外，曾比特亦透露計劃喺香港舉行演唱會，呢個一直係佢事業中一個重要目標。雖然細節仍有待落實，但佢希望先推出更多原創歌曲，令觀眾重新認識一個唔止係唱翻唱嘅曾比特。展望未來，他表現得信心十足，期望無論喺大場定細場，都可以帶來更成熟、更有意義嘅演出，同香港樂迷重新聯繫，彌補過去嘅遺憾。